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1年7月15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89篇25到37节，历代志上卷11章15节到19节，歌罗西书第1章15到23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参考分享的是上帝的应允。如果有人讲旧约的应允只不过是为着犹太人来存在，安尼讲法伤过猥亵，当然嘛是限缩上帝的作为啦吼，是讲上帝的能力啦吼。对于拯救论的观点来看，上帝的应允从来毋捌断过吼，只不过是上帝的做法是伫无共款的时期，针对无共款的人的需要，又无共款的这个作为安尼吼。上帝用无共款的作为来实践伊的拯救。当咱来回头来看圣经的时阵，无论伫新约后壁面这个初代教会，或者是耶稣时代、福音书的时代，或者是咱讲旧约的无共款遮的时期，上帝的应允拢指引耶稣基督，是咱唯一的救恩。当咱咧讲到上帝伫无共款的时代，伊用无共款的做法，针对无共款的人的需要，这个作为的时阵，对大卫啊，上帝来高抹伊啦，互伊用最基本的本能才调来拍赢迄个官强大汉的歌利亚，佮互伊经历济被追杀去互人看紧。后来成做以色列的君王，上帝虽然用无共款、非常无共款的方法来互大卫经历上帝的本身，但是上基本的原则是啥？有足侪无共款的方法，但是一个原则真清楚，就是迄个救恩的应允，就是以马内利，上帝同在。这个应允较稳定吼。因为上帝应允同在，所以大卫无论伫什么款的境遇内底，伊拢会通安尼真平安来度过。因为伊所倚靠的上帝，诗篇89篇今仔日的经文20节到37节的经文，安尼摕着我甲今仔诗篇来读一下吼。圣经甲咱讲。我看到我的奴仆大卫，因为我的油来抹伊，我的手要常常甲伊伫地，我的手骨也要坚固伊，对敌袂话勒索伊，凶恶的人袂话苦楚伊，我要伫伊的面前拍碎伊的对敌，攻击伊迄个怨恨伊的人。总是我的信息，甲我的慈爱，要甲伊伫地，因为我的名，伊的角要得到牙冠，我要互伊的手伸甲海，正手伸甲遮的河，伊要称互我讲，你是我的爸，是我的上帝，是救我的石盘。我也要设立伊做大囝，做世上第一权的君王。我要为着伊保存我的慈爱到永远。我甲伊所立的约的确无变，无变换。我也要保存伊的护卫到代代，互伊的宝座亲像天的久，设使伊的子孙放杀我的律法，无行我的法度，背谬我的律例，无守我的诫命，我就要用管责罚因的过失，用鞭责罚因的罪恶。总是我的确无将我的慈爱一尽对因收回，也的确无互我的信息毁没。我的确无失我的约，也无改换我嘴所讲的。我一摆指家己的性格来咒詛，我决断无对大卫讲白贼，
伊会互下要吞到永远，伊的宝座伫我面前，亲像日的久长，也亲像月永远的建立，佮亲像天顶确实的干净。这是咱伫诗篇所看到上帝迄个应允吼，这个是真重要的一项事啦，就是讲。虽望伫人会离开上帝，上帝有刑罚，但是上帝迄个听甲迄个应允是永远无改变，亲像拄开始牧师所讲的吼，对头到将来，上帝迄永远无改变吼。有一位时常透过网络牧师来问一寡圣经问题的青年最近来问我。讲牧师你上爱倒一个圣经人物啦吼，伊甲我讲伊上爱吼是约瑟的故事啦，非常精彩吼，这个故事人生的路程是弯弯蹺蹺吼，到落尾是遮尔光彩的安尼吼，佮有伊甲我讲伊真爱诗篇13篇的第4节啦吼，经文讲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。也毋惊灾害，因为你甲我伫地，你的管、你的腿拢安慰我。一个是保护、征战，一个是管教，亲像拄则伫诗篇咱所读到的共款。伊认为约瑟的一生的经历，就亲像诗篇23篇的经文共款。经历了侪人生的这个死荫山谷。并且互人感觉真惊奇无了解，就是伊竟然真做对敌的国家的宰相，佮真做拯救因一家人的一个重要人物。是啦，亲像约瑟对伊的阿兄所讲的话，讲是上帝互我大声忍耐，为着要去拯救全家啦吼。所以这是上帝的应允，也是咱最近咧讲上帝的计划、上帝的旨意。上帝用无共款的方式来实践伊的应允，互一切相信伊的人未得到灭亡，反得到永生。约瑟是安尼，代表嘛是安尼吼。真侪圣经的信仰，中间的信仰的前辈也是安尼。安尼来讲，基督徒咧，咱现代拄则咧讲是约瑟啦，还是讲这代表现代基督徒咧？其实保罗安尼讲吼，今仔日的经文，伊讲基督是咧看袂见上帝的形象啦吼，是超越万物的大囝啦吼，借着伊，上帝创造天地万物，看会着、看袂着的，灵界在位的、主宰的。执政的、掌权的，借着伊，也为着伊，上帝创造整个的宇宙。基督伫万物的大生已经存在，也万物也借着伊来得到因应该有的位置。伊是教会，伊的身躯的头，伊是新生命的源头，是大囝。首先要对四个我。目的是要互万物的中间，伫遐来做大位。上帝亲自决定，互囝有家己完整的特质。借着囝，上帝决定，互全宇宙甲伊家己过好。上帝借着伊的囝，死伫十字架顶悬来成就迄个和平，互天地万物佮归属伫伊。对较早，恁对遐个邪恶行为甲思想离开上帝，做了伊的对敌。现在借着伊的囝的肉体的死，上帝互恁成做伊的朋友，为着要互恁伫这个伊的面前圣洁，无有缺点，无通指责。恁必须要持守迄个信仰，建立伫这个稳固的基础的顶悬，毋通放弃当初时所领受福音所得到的望。现在这个福音已经传遍全世界，我保罗就是这福音的路仆。所以咱看到保罗所甲咱提醒的，耶稣基督成就迄个上帝的应允，将迄个救恩来赏赐予世间人。这个福音嘛传遍全世界，并且透过
这个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的提醒，只要一切相信伊的人，拢要得到永生，袂得到伫灭无吼。到底咱要安怎来表达讲咱是相信并且领受上帝应允的人呢？应该是讲伫困境的中间，咱无失去希望，因为咱知有上帝应允。伫困境的中间，咱阁因为相信，继续甲上帝同行。虽然拄着艰难，拄着困苦，咱嘛袂安尼来郁卒。特别是咱即马现代人所面对的这个中强无限的试验，咱需要伫上帝应允的下面坚定甲上帝同行，配合政府的防疫的作为，做伙来度过咱讲会通称作本世纪人类上大的试验山谷。